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国会之之 M 新闻》，我是嘉豪。要发生什么大事代，头先就来报人知。国会改革法案的国情报告表示，国会人事权甲调查权伫立法院已经治妥。民间团体也呼吁大家拜五去到立法院要求退回定审。伫基隆某一间病院的监护犯逃走出来，已经是第4天，人到但是还未抓到。台北市警方也讲是到昨才收到通知的。台南四草绿色隧道，真侪人爱去观光，煞有人伫遐起大间饭店。在地居民也烦恼讲，起饭店会破坏生态也个景观。立法院第二章继续审国会改革法案，到目前为止已经二读通过总统国情报告常态化，表示国会罪，并定官员袂当发质询，也强化国会人事动议权，新增加国会调查权。另外讲到这听证权的部分是还未来处理，不过刑法配合新增加出来，表示国会罪。民进党团就指控南北两党扩大立法的权力。国民党团的洪明凯就表示，会理性针对改革法案达调来讨论，那进步强势的部分就表决，希望拜五要拼三读通过。立法院长韩国瑜日接见法国国会庆贺团，针对国会改革法案，朝野爆发冲突，甚至引起了甲国际新闻。韩国瑜致辞的时阵特别话讲，爱对台湾的民主有信心。我们3党委员每一个都笑眯眯的在这里，所以我们对外是非常友善热情的，对内会有一些冲突，但是相信台湾的民主会有自我疗愈的。目前国会改革二读通过部分，17是总统国情报告常态化。总统每一年3月7日进前，爱去立法院做国情报告。21新增加表示国会罪，命令官员袂当反质询，被质询前袂当拒绝回答，拒绝提供资料等等的行为，那违者会当罚20万的罚款。也有强化国会人事动议权，采徛名投票表决，也有新增加国会调查权，会当要求政府机关、部队、法人、团体或者是社会上有关人员提供相关的文件，那拒绝、延签或者是暗砍，会当罚10万块。这个就是比耐力、比脑力、比意志力。好，我们是智慧的善用各种议事策略，我们会勇敢的、坚定的站上发言台，去论述我们认为扩权的条文不可行之处。刘洋指控讲，若被联手扩大立委的权力，未来手握调查权，恐惊会甲人民假日外引起政治的斗争。家立法院长韩国瑜发声，就争议法案做协商。国民党洪明凯表示，已经有拜24要继续来审国会改革法案，要拼3读通过。也那民众党吴国昌认为讲，议事敢会顺利，拢伫赖总统的意念之间。民进党团真的有比较好的版本，我们也绝对会支持。既然如此的话，能不能有更有效的整合意见，来往同样的一个方向修法来迈进？我们还是期待在这个礼拜的院会就能够3读通过。他到底希望台湾的国会是所有的立法委员，大家坐在位置上好好讨论，还是他希望继续的纵容民进党的立委，以抢夺主席来瘫痪议事为手段？那着8日暗时伫咧议场内底对徛，立法院外口嘛有几个公民团体组织伫遐，唔惊风雨来抗议黑箱作业。目前还未通过的条文，包括听证权、宪法配合增订表示国会罪，会伫24来表决。公民团体嘛招民众各一届行去街仔路，要求退回定审。记者综合报道。总统赖清德、副总统萧美琴今早起做伙接见立陶宛前总统戈保斯凯德。另外，国防部也公布昨有7架中国军舰、4架海警船伫咧台海附近活动。面对台海紧张的情势，美国是呼吁中国唔通趁机会伫遐乱。国务卿布林肯也强调，美国会继续和各国维护台海的和平稳定。立陶宛前总统戈保斯凯德9个月来第2摆访问台湾，昨天来祝贺总统赖清德跟副总统萧美琴就职。Smaller countries which are living in neighborhood of large ones, sometimes not very friendly. We know how to survive. We know how to be and become resilient, and we know how to fight for ourselves. This we can learn from each other. We can exchange our experiences, and we can support each other.
其实台湾甲立陶宛处境同款，拢拄着歹事边。拄下任的前总统蔡英文头一个行程也是会见戈宝斯凯德，两人伫蔡英文下任办公室摆前来翕相，希望台湾甲立陶宛的友谊永久。120几天，国防部佫是查到7架次强舰、4架次中共海警船伫台海周边活动，这是国防部头一摆公布海警船动态。赖清德总统上任，台海情况敏感，美国国防部督促中方莫借机会互正式清关。We've urged the PRC not to use the election as a pretext for escalation. We've seen them used increased naval activity as a pressure tactic to include in the South China Sea. We remain concerned about those kinds of activities. We've raised that directly with the PRC. We've brought countries around the world together to stand up for maintaining peace and stability across the Taiwan Strait. To make sure that China does not engage in any unilateral actions that change the status quo.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是强调，美方继续团结各国，维护台海和平甲稳定。然后副国务卿坎贝尔甲意大利外交部秘书长会面时，就参详印太事务，联动维持台海甲南海和平稳定，是美国甲意大利共同优先的事务。记者综合报道。行政院长杜英泰上任了后，头一届去到花莲视察地动的再生，拄好撞到规模5.2的地动尾。杜英泰强调，这是新团队一开始上阶段的工作，伊也亲身来做复原工作小组调集人，袂互花莲的乡亲活伫惊吓内面。越想，我们就越增加我们的决心。行政院长杜英泰就任了后，22是第一摆下乡来到花莲的灾区视察，因为地动造成的民房灾损，拄好拄到下晡4点，花莲近海规模5.2的地动尾。面对灾民到现场တင်情，伊回应讲，政府会做好事前的防范，事后的补救。自己要拆除要8000万的费用，住户已经身上都背了房贷了，他怎么去抽出这8000万的费用来拆除？根本就不可能。我们也会请银行协助。在花莲县长徐仁伟的陪同之下，杜英泰视察下清水桥的公路抢修，目前是针对更桥的拓宽在做补强。公路局有把握伫月底进前大型车队当行。伊嘛去到东华大学视察宿舍灾损和复原重建。杜英泰讲，这主要就是要来听民众的诉求，控诉矿山大地动灾后的复原，都是新团队上重要的工作。国家就是你家，政府就是你的后盾。我们一定要让所有的核定计划项目迅速的加快它的速度。但是花莲即卖观光是有够惨，当地拆除的那天地底饭店，工程暗算到6月30才会结束，附近的店头和饭店拢无法度做生意。地动过后已经1个多月啊，业者希望透过内政评估补助，甲消费者对花莲建筑的信心找回来。很多都建议是希望能够中央是不是可以专案来协助这些旅馆或饭店业者来做一个耐震评估。那也能够补助了，让他们知道说这个饭店的状况，可以做进一步的修缮跟补强。都是一笔不小的支出，我们是希望在推动这些耐震的详细评估以及建筑物的建物补强的时候呢，从地方到中央都可以给予我们，比如说经费上面的支援，或者是一些技术上面协助的支援。花莲目前受到地动的影响，受损严重的饭店到底有偌济？目前政府也无资料，因为这旅宿业无法度亲像民间厝同款，得到内政评估补助，互因参加评估的意愿是无啥悬。业者嘛是希望有专业的评估认证建筑结果，互消费者会当安心。记者综合报道。国民党立委鲍坤基所提出的花东3案，要起环岛的高铁延长国道6号和开发花东快速道路，这个拜5就要进行审议。不过环保团体就质疑讲，这草案敢若提出预算和开发进度、路线宽屏拢也未做，也无和社会来沟通。这3案较可能会互花莲的环境搁再受到冲击，因也呼吁讲赶紧把这3案撤回。拒绝劳动，护国神山。3月7，国民党立委顶人提出花东环岛高铁国道6号延长以及花东快速道路开发3案。3月底、4月中3案是分别进入委员会审查，而且快速的通过排入审查议程。但内容只有预算甲完工的年份，无分屏、无具体开发路线，无针对花东水陆地质提出应对的保护政策，嘛无甲社会来沟通。针对这件代志，20个环保团体是联合召开记者会，要求退回这3案先讨论。心意。伊甲阮讲的就是讲，你靠你的技术，你靠你的科技，吼，你就有法度去，就是讲人定胜天啦，吼。问题是
中央山脉敢会安尼随便去学，这其实专家来拢无去做做详细的评估过，所以阮会认为讲这部分其实伊造成的这环境的破坏其实是足大的。另外，环保团体嘛指出，国道6号向东延长的草案中，定出10年内要完工这款的条文，是立法权超过行政权的行为，质疑立法院扩权。行政院用钱，立法院监督，全世界的宪政国家体制最基本的共通原理。今天国民党却想要用立法的方式来决定某一个时限内花费2兆多的金额开订单搞建设，请问立法院花钱谁来监督？这如果不是扩权的话，我不知道什么叫做扩权。也若是规划的方式，草案中敢若写讲会当是 BOT， 或者是向国内外财团企业募集国家主权基金。环团嘛质疑，安尼方式若规划完成，路权恐惊会落伫财团手头。问国民党敢真正是要照顾当地居民？因要求撤回华东3案新沟通做环评加审议。记者王可选、柯明在台北报道。讲到台中一文章发生20岁姓洪的查甫人举刀乱杀人的事件，今早起警方依然是问无犯案动机，下晡2点甲移送台中地检署侦办。在押这嫌犯的过程，有2个民众受伤，这伤势较严重的17岁民众已经转到一般的病房了。另外，台中市警方也宣布要投入112名的警察，对即马开始逐邦捷运顶头拢有警察。捷运警察今日去捷运车厢内底随车巡逻来警戒，除了有早即个底穿以外，也有电击枪加辣椒水。台中捷运已发生压倒杀人的事件，警方宣布即日起每一台车拢有警察随车巡逻来防护。将以班班列车有警察的勤务方式，协同捷运公司保全人员交叉巡逻，加强专责护车勤务。台中捷运每天开出286列次，不过只有32位外勤的警力。压倒杀人案发当时是第6分局警察先到场，捷运警察队有4个人伫线顶巡逻，坐客运车随后到位。台中警方讲，即日起会有各分局甲保释总队来支援112名警力随车，全线各站也赶紧来配置警用的机车，提升这个机动性。联络巡逻勤务会继续到5月底，了后再个随时来检讨。民众对这种巡逻的勤务看法是无同款。我预期说车站可能会有很多警察在这地方驻守嘛，因为发生事情，结果好像没有这件事情一样，这部分会产生有一些疑虑啦。你不可能每天都发生那种事情呢，每天放一堆人在这里也是浪费很多资源。影响的4人嫌犯拒绝警方暗时的询问，2日早起才伫律师陪同下展开侦问。警方调查，4人嫌犯19暗时就到台中，并且住伫西屯区汽车旅馆2暗。2日退房了后，坐客运车到中捷水岸江山犯案。3日倒是1礼拜前伫高雄路德的五金行买。警方伫下晡2点，甲4人嫌犯依照涉犯刑法杀人未遂、恐吓公共安全、伤害罪嫌，移送台中地检署侦办。犯案动机也等待检察官调查。伊的爸母出面接受访问，一摆向社会大众鞠躬谢失礼，希望受伤的患者会用早日来康复。他们受到伤害比我的小孩子受到伤害更大，我希望他们都能够平安。我也希望你们的小孩子可以早日康复。我真的不会教小孩，我在这边再跟你们道歉一下，说我这个爸爸是失败的。2个伤者28岁姓柯查甫人，倒病的面有9公分的刀伤，后续需要进行美容手术。17岁姓卢的这查甫囡仔，肩胛头胸坎手骨总共22公分的刀伤，人有清醒，2日下晡已经转一般的病房。姓卢伤者老爸讲要捐款给捷运买红心的器具，并且感谢民众到店最后这个嫌犯。我儿子今天还可以活着，是真的是要谢谢他们。那没有他们应有的表现真的我们也是家长有不管是国小、国中、高中的家长，也不安心让小朋友在做捷运。警方提醒，这已经有诈骗集团以这4个查甫人名义借钱，申请台中捷运的提供专业医疗费用，唔通互骗去。台中市府是讲，司法车厢内底见义勇为的民众会得到终身免费坐台中捷运的奖励。记者综合报道。来看一个对家人某一间病院逃走出来监护犯，警方即马有公布伊上届新的行踪。不过逃走出来已经是第4天，人到当时还未抓到，而且19就走到台北市去啊。台北市警方是到昨昏才知影这件代志，这是之间敢是直接出问题咧？市长蒋万安表示，昨才收到通知，有随来追踪。要若这逃走出来的问题呢，法务部长陈明谦表示，将有可能是设备的不足。
手提衫啊，凉洗凉洗伫路面咧行。伊就是性感的通缉犯，方发现伊上身的行踪。20早起10点外，伊捌出现伫台北市网甲。迄天中昼搁大坐稳，伫新埔站落车。毋过伊逃亡到呾第4天，人也被找到，伊搁走去甲新北市乱踅。在今天下午2点44分，接获基隆市刑大通报，掌握到简男在5月20号11时许从台北车站搭乘捷运，在新北的新埔捷运站下车，从捷运下车之后就搭乘公车离去。这个性感的查甫人，以犯杀人未遂案件，去用判刑定刑，受监护的处分。19位家人的病院逃走了后，同一天的下晡，伊搭客运去台北市南京三民站，伫台北车头、西门町、龙山寺几个所在拢有伊的行踪。不过台北市的警方一直到2日，才接到家人警方的通报，讲伊人当伫台北拍走。我们是昨天下午知道接获通报，第一时间警察局就即刻启动调阅相关监视画面。全力大概50-60人，大概现在在追踪他的行迹。那因为他自己本身的那个状况是应该都没有带，身上没有带钱啦，所以应该还在晃啦。掌握行踪的情形会遮尔慢，敢是因为辖区的联络出问题？不过回归源头，有立委关心讲是倒一个所在突袭，可以当顺利逃走。法务部长陈明谦讲，可能是设备无够。这次是因为我们管理上的疏失，还是执行上遭遇到什么样的困难？在整个配备，我想还是不是很够的。那这部我们会做一个检讨。因为这个歹徒有攻击性，这嘛互各地教育局申请是变真案，包括台北、新北、嘉南甲宜兰，拢宣布学校暂停对外开放。只要这个歹徒一天无互抓到，民众实在是真恶安心。记者综合报道。新政府上任了后，法务部长陈明谦头一届去到立法院备询，针对着诈骗，也讲有去结到这诈骗的源头。另外，新任的行政院长杜英泰也去拜会立法院长韩国瑜，希望打击诈骗的新司法会当受到立法院的支持。不过，国内确实有诈骗集团利用邮局名义，甲民众骗钱，甚至有民众走去外国专门做诈骗的工作。就是这张招领单，互警察电话接袂停，内底写配送无正常，赶紧打电话互专员。后民众伫赖顶面接到邮局发送这类通知的信息，民众拢打电话来问讲，这到底是不是有问题咧？假冒邮务机构投递公文书那上面就会写诈骗集团成员的手机号码，用来诈骗民众，像姓名、手机电话号码等个人资讯诈骗集团脑筋动真紧，骗到外国去。警方专副部长来攻击，三级的主嫌这对翁仔某分别有帮派甲政党的背景，甲干部这诈骗组织合作，甲手下面11名干部成员涉嫌送到当地机房，对后面的人士来进行感情的诈骗。先以帮派及特征政党名义，吸收成员，并以薪资优渥，每月月入10万元，将这些成员带往东南亚。早起问题已经真久一天无解决，民众拢下入这危险。虽然新任的法务部长陈明谦伫里头一摆以新身份来备询，强调打击诈骗已经到上游核心，严格立委明显是无满意。真正家纸，迄只猫的家纸一直咧生卵，迄只你唔甲拍好死，下底遐细只家纸安那拍嘛拍无死，拍死嘛无路用啊。通缉犯可能是诈欺犯的车手，或者是相关的关系人。他们在通缉中，他们的账户有没有被控制？没有。有立委建议，各类的口座监控拢要搁强化，要立委积极打击诈骗，无对症落药。大部分家掠下骹手的，就算司法审理谈判比例拢无悬。因为诈骗这个困难的问题，也正是新政府需要打击的重点。是刚刚谈的状况怎么样？以及是不是有触及那个打诈新司法，希望可以立法院赶快通过。杜英泰接任行政院长了后，日调讲到立法院拜会立法院长韩国瑜，希望立法院赶紧来通过这个打击诈骗新的4个法案，这相关法案，因为诈骗真严重。新政府5日控就任了后，会交出什么款的打击诈骗成绩单，真需要各界关心甲注意。记者综合报道。来看高雄有一个64岁妇人人惊透早呢，伫咧新达港附近收水时阵，所有狗仔冲入去海里甲家，这个妇人人恐惊甲昏迷不醒，
肚水昏迷不醒，身躯顶还有伤痕，目前还伫咧家护病房抢救。当地里长也讲，这流浪狗仔是愈来愈多，常常有人放入甚至放家，真前几多年这款情形拢无改善。画面内底即个负责人倒伫软桥顶悬，伊是规个毋知影人。救护人员赶紧甲伊送病院。伊透早去高雄永安区新达港、新达巷附近的海溪收水，那像去海沙宝顶悬的流浪狗仔肉。伊想讲收去较深的所在味，毋过这个狗仔还是冲入去水里甲伊夹。地处即个负责人惊一个怎肚水昏迷，手骨嘛有去狗仔夹着伤的痕迹。沙边仔时阵，遐狗仔看到，当你类似作状的你甲背啦，背伊就要落水较深的，当然，我若落水，可能你只狗仔就袂当甲我攻击啊。毋知遐狗仔嘛跳落水去甲攻击。每次反映他把狗抓回去结扎又放回来，这个问题可以解决吗？最重要的就是有特定的人士在饲养他们了。这个负责人治疗了后有恢复生命的现象，毋过也要住院治疗。因为边仔都是土地公庙，庙的主委第一时间赶到位的时阵，这流浪狗仔都已经死散。毋过在地里长嘛讲，最近已经发生2件民众去狗仔夹着伤的意外，嘛发现流浪狗的数量是愈来愈多，部分的狗仔还佫有攻击性，整整几啊年啊拢无改善。阿过吼，对啊，无狗仔开，一个囝伫后壁冲过来啊！伫后壁夹，毋是对面夹，伫后壁冲过来。警觉性极高，只要有人多或一声就会逃跑。因海滩面范围广大，动保处会持续加强捕捉，后续移除安置。高雄市动保处伫出代志了后有去巡查，初步掌握有5只流浪狗仔警觉性较悬，要抓也是较困难，而且因为海沙坡仔面积较大，已经有伫现场放狗笼仔来抓狗。记者综合报道。嘉义培山瑞丰村顶个月27，因为这高压电线断去，若失电，这电线落来，也害地园烧起来。有真侪地树互火下甲燃起，这地龙要甲台电讨赔偿。本地台电是讲，这是天然灾害，无法度赔，落尾佫改讲会当赔几千块啊。即马台电也出来回释理路，讲会含地龙协调赔偿。高压的电缆线落落地园内底，是下过几啊股，了后就随导火。嘉义梅山瑞丰村这个地园，4月27因为台电高压电缆线断去，落伫地园的引起火灾。一个姓郑种地的农民，因牵手迄当阵当咧板地，看到这个情形是惊一跳，佮较烦恼，若去电着，后果是不堪设想。天然灾害，台电无多甲咱赔呢，到尾才讲若赔是几千块，几千块都变啦，我甚至都超过了现在遐尼。比讲这种或者天然灾害头可能因为边缘疏忽，袂使怪物。留落来这条电缆差不多70米长，规片的地园烧甲打烂，甚至死去。初步估计3年无度采收。好种地农民佫较生气的是，台电竟然下提讲是天灾袂当赔，后来佫讲结果赔几啊千块，这根本就无度弥补伊的损失。针对这点，台电自己嘛赶紧出面回释咧。案发后由所长联系茶园承租人说明致歉，造成茶室枯萎死亡，影响茶叶收成。那本公司将办理赔偿，今日已经在联系用户洽谈后续赔偿事宜。台电讲，迄天中昼11点左右发生规线跳起的事故，巡查了后发现是高压电缆线断去，才会造成失电的事故。处理差不多1点钟了后恢复供电，除了家用户回息的以外，嘛答应会联络这个种地的农民讨论后续赔偿的代志。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台南四草的绿色隧道，有真侪观光客爱来到这佚佗。不过，这附近的所有人开始伫遐起大型的饭店。在地民众是认为讲，安尼生做呢会损害到景观，也有生态。不过，业者是不会讲，因拢照环境影响评估的规定落去做的，也强调会加强环境的绿化。两边青景入的海家东，人亲像伫咧树林内共款。这项合作是台版亚马逊河的四侧绿色隧道，诚侪人来这坐船啊看美景。不过民众反映，即摆坐点船顶煞远远地当看到边仔咧起大型旅馆，因认为破坏原始的景象。其实旅馆起头要起的时，在地人赞声望带动地方发展。这种议员接到居民定情，惊在地生态受冲击。看到讲遐建筑物啥话，我拢遐济，即马就较无像。原早呢，遐原始安尼。起饭店在我们国家级的湿地宾馆，造成咱环境甲咱生态的破坏，咱会要求饭店出来负完全的责任，互咱的四侧大众庙、咱的亚马逊河会当继续永续经营。建商迄阵啊嘛是有讲，迄个边仔要做迄个隔离的绿带吼。
啊，是毋是这个部分会当提早来做？这条8档入水的隧道总长900公尺，生态真丰富。针对附近开发案的争议，业者回应工程拢照当初环境影响评估内容落去做的，嘛不会讲设计图本正就规划伫咧隧道迄边加强绿化，只是也未做好势尔。市府表示，除了会严格把关旅馆登记，到时嘛邀请相关单位到场会勘。当地的居民还就相关单位有在反映，我们的进度会调整成绿色隧道那一侧植栽，我们会先进行施作。我这边工地排程排起来最快，那乔木施作起来最快会落在11月左右可以完成。未来要向本局申请旅馆业登记，本局也会逐一核对相关许可应办事项是否都办理完成无误，才会核发旅馆业登记证。系统将有6架地度假船型旅馆，工程按算上紧来明年才会完工。市府强调，这是全台唯一的水上绿色隧道，会以生态登记发展做考量，希望业者会当兼顾地方发展，避免损伤到原始的环境。记者李上台南采访报道。在观众朋友来看这则新闻，讲英国有一名退役的士兵，进前和其他2个因为涉嫌做香港政府的间谍，协助监视走去英国的民主派人士，和英国政府用违反英国国安法起诉。不过19说传出讲，这位士兵的尸体伫伦敦某一个公园旁发现，外界也伫咧怀疑讲，伊是去放杀人灭口啊。为相片内底当看到公园已经采取乌色布棚加强封锁线。英国一名37岁英国陆战队退伍军人特里克特，甲香港驻伦敦警务办行政经理袁松标，告华裔男子袁志良，13号英国政府用违反英国国安法起诉。外国媒体报道，特里克特退伍了后，伫英国移民局工作，有政治移民系统的资格。不过，英国政府发现伊涉嫌收香港驻伦敦警务办的钱，为去年12月到今年5月帮助监视涉嫌违反香港国安法、暂时住伫英国的香港民主派人士罗冠聪，还有蒙兆达这个人，佮捌伫5月7日拢入去监视对象大的所在，有做间谍的嫌疑。不过，中国政府顶礼拜否认所有指控。中方对有关中国公民被逮捕并起诉事表示严重关切，强烈敦促英方切实保障在英中国公民的合法权益。一段时期以来，英方不停炒作所谓中国间谍案、中国网络攻击事件等，这一系列指责纯属无中生有、恶意诋毁。特里克特甲其他2个人虽然会当保释稍后限制出境，而且要遵守暗时的宵禁规定。大礼拜向当地警局报道，原本是要搁一届开庭，不过19伊的遗体锁伫英国伯克郡的梅登黑德一个公园发现。伊的出来人只有发表声明，表示家族哀悼失去一名心爱的成员，并无做其他的评论。不过伊雄过世，嘛引起真侪网友怀疑伊是受到灭口。包括英国媒体报道，伫侦讯期间，特里克特都有自杀的行为，和检察官一度要求法院继续拘留特里克特。若是伊的死因，还搁等法院做监视调查。国际新闻台是董朋友。新加坡航空有一架波音777-300ER 的客机，伫英国时间2日对伦敦飞去新加坡的半路，却撞到乱流，规架飞行机是安尼切来切去，致使一名73岁英国旅客心脏病发作煞来死亡。新加坡航空表示讲有30人受伤，不过泰国万国的病院说讲有收71位患者，其中7个伤势较严重。我们想看到这架编号 SQ321 载211名乘客加18名的机组人员的班机，正准备要降落伫泰国曼谷的苏凡纳布机场。亚那机场外口已经有真侪救护车伫等待，要甲受伤的旅客送医去救治。根据飞行雷达24的航迹图，班机对缅甸进入泰国领空了后，伫曼谷北方大角度正滑，随即准备降落曼谷。根据外电引用民航单位甲班机乘客讲法，这架波音777-300ER 客机飞行大约10点钟了后，大好经过缅甸的上空，不过却是拄到真严重乱流，毋但机身又较真严重，弯度也伫37000英尺到31000英尺中间剧烈来变化。又同时大好是机顶空服人员伫分早顿的时间。除了机组人员，真侪旅客也甲这个安全带松开，造成袂少人伫机舱内底摔来摔去、弄来弄去。科学家指出，造成空中乱流的原因真多，包含地表小的空气快速沁悬，拢是雷雨的云层，也有所谓的喷射气流，甚至是飞机喷射引擎的废气，拢可能是这乱流的来源。It's very hard to forecast when or where those might occur.
and then what altitude they may occur. So typically, events like this happen because they come without much warning. The pilot may not know what's coming up ahead of them. 路透社报道指出，不幸死亡的73岁英国籍乘客是伫乱流发生时心脏病发作过身。受伤的乘客内底包含7名重伤的人在内，有18人必须要住院，另外12人是伫接受治疗了后离开。公视新闻，齐嘉玲编译。有真侪人讲政治反政治，音乐反音乐。不过，即摆有真侪代志呢，就亲像外口果糖共款的毒药，伫咧影响你的生活。北韩最近有一条伫咧俄罗领导人金正恩的歌曲，对4月开始刷伫咧 TikTok 的顶头愈来愈强。南韩政府表示讲，这条歌违反着南韩的国家安全法，已经禁止播送，违规者上侪会被关到7年。这造句真好唱的流行歌曲，甲北韩的领导人金正恩形容做老爸甲伟大。歌词的内容是赞叹伟大的领袖金正恩，俄罗金正恩，伊是大家好生的老爸。也因为安尼，韩国放送通信审议委员会才违反国家安全法，甲这条歌禁止放送。声明指出，这条歌是针对南韩心理战的典型内容，因为伊是用甲外界连接的频道所发布，而且内容主要集中伫对金正恩个人的崇拜甲赞叹，并且补充说明是按照南韩国家情报局的要求所做的决定。不过，韩国放送通信审议委员发布禁令了后，令到引起韩国人的兴趣，并且上网查这条歌来听。有人留话表示，委员会应该让这条歌继续伫平台放送，让更较侪人欣赏这个笑亏。北韩最近除了这条洗脑歌，金正恩今年也头一届要求人民伫伊的生日宣誓效忠，让外界看做是甲伊的政权落掉的方法。 그 사회의 모든 영역을 집중하고 충성하고 우상화하기 위한 이런 내용으로 되어 있기 때문에 사실 김일성 시대나 김정일 시대와는 근본적으로 다른 配合这条宣传歌，北韩国方媒体顶礼拜也超工爆出金正恩带查某囝金主爱出席平壤街道员工活动的影像。韩国放送通信审议委员会会针对亲戚父亲音乐影片的29个版本进行封锁，不过无说明具体的执行方式。南韩的国安法禁止民众看北韩政府的网站甲媒体，有支持北韩政权的言行，拢会受到处罚。违反国安法，上重会当判7年。公视新闻黄文玲编译。 总统赖清德伫咧就职演说当中有表示，会继续推动转型正义。文化部长李婉今仔日伫立法院头一届讲出对中正纪念堂转型的看法。李婉表示讲，以目前政治生态，无想要用强迫方式落去做，不过会当透过文学、音乐、电影，互大家有共识。真的不紧张吗？本来很紧张，现在不紧张了。啊，什么原因？因为 我准备好了。麦紧张准备好啊！文化部长李婉第一摆伫立法院到文会的备询，啥物代志拢会使问。伫立委的质询之下，伊第一摆讲家己对中正纪念堂转型的看法。其实中正纪念堂对我来讲，我一直觉得民众的休闲跟扩大他的休息更重要。我觉得你对于威权的看法，什么样代表威权？那个铜像的存在是不是威权？仪队是不是代表威权？我觉得见仁见智。 我很不喜欢那种形式的东西。李婉讲，家己无介意形式，不管安怎转型，民众会当去休困佚佗，更较重要。但是民进党立委林义景讲，总统赖清德伫就职演说内面讲，会继续来推动转型正义，中正纪念堂就是其中一个指标。三公义对应该先对堂体刷到升降期待。他们已经都在表达说，他那个仪队是一种仪式，而不是表演。 所以他已经表达说，要么就撤，要么就不撤。李婉讲，中正纪念堂即马和较早已经无同，以目前的政治生态，无想要用伤强迫的方式去做，会当透过文学、音乐和电影，让大家慢慢去形成共识。以目前这个政治生态，我不想用很强迫的方式，用我觉得对的方式往下做。 对李婉的讲法，台团会秘书长是亦详细表达失望。伊认为这反映出李婉无想要处理这个会引起真侪争议的议题。现在在讨论的是堂体跟铜像，还有这个地方整个这个威权的象征，依照转型正义的那些价值去做转型。他处理这件事情不表示一定会剥夺其他市民休闲娱乐的空间。
民进党在2016年执政了后，历任的文化部长拢针对中正纪念堂的转型提出无共策略去面对。贷款会认为讲，李元既然接文化部长，都要准备好面对社会质疑。记者综合报道。总统赖清德有接见台湾伫澳洲唯一的友邦梵蒂冈所派来的庆贺团特使，表达希望深化两国关系。不过今仔日却传出讲，梵蒂冈有想要伫咧中国设常设办公室。外国媒体路透社就认为，若准真正的，这就代表中国和梵蒂冈的关系变搁较好，和台湾这部分真有可能会出问题。不过有真正的大赛是认为讲，中国一直拢有伫咧管制宗教，若准要建交，可能有较困难。总统赖清德就任了后，是一个接一个在接见各国派的庆贺团。咱国伫澳洲唯一的邦交国梵蒂冈，是派驻菲律宾大使布隆总主教来台管理。这几年来，台湾和梵蒂冈持续透过各层级的相互访问，增进彼此的情谊。但同一个时间，教宗的副手、教廷国务院长帕洛林书记主教，伫罗马参加第一届中国主教会200年纪念研讨会时阵，和上海教区的主教身边互动是正热。佮讲梵蒂冈希望伫中国设常设办公室。Ma in modo particolare Sua Eccellenza Monsignor Shenbin, la sua presenza in quanto vescovo della sede che ospitò il primo concilio plenario della Chiesa in Cina dà un particolare significato all'evento di oggi. 路透社解读讲，若这个办公室成立，就代表梵蒂冈和中国的外交关系是重大升级，嘛引发台梵关系有可能有变化的联想。不过，咱的外交部强调，台湾梵蒂冈邦谊正深，但嘛密切关注梵中的活动。我方了解，教廷盼促进中国天主教徒拥有信仰自由与权利，在近期台梵互动上，与教廷高层互动良好，彰显台梵邦谊深厚。即使他设立一个办事处，离真正的要建交还是有一个相当的距离。最基本的原因就是大陆没有宗教自由，教廷不是一个普通的世俗国家，它没有什么经济利益啊，它最主要就是要让有信仰天主教的人能够过一个好的信仰生活，希望跟中共的政权有一个接触的管道。政主教廷大使杜德先讲，历任的教宗拢希望改善和中国的关系，最主要的目的是建立管道来照顾教徒。但是在中国持续管制宗教的状况之下，中方要正式建立外交关系并无简单。记者综合报道。咱台湾真正好，就是有健保，不过这健保财务是真正严，实行11年的保障保费制度特别变动啊。有风声讲，这健保署拍算要起保障保费，费率对目前的2.11%增加到3%。为福保强调，尽量卖增加民众负担，会先争取公务预算，先把政府的相关责任担起来。健保财务真严，已经实施11年的保障保费制度，是不是应该来进行调整？争取了各界注意。宣传出健保署的扩大健保费基本费，建议要起保障保费，费率可能对即阵的2.11%增加到3%。再去卫福部长邱泰源讲，健保改革是永远的改革，可能要分段实施。健保的改革应该听起来这几个字，但是简单，但是他要做的事情。可能要分段来进行，经费都要用在刀口上面。上交健保保费分做一般保费加保障保费，一般的保费是以经常性薪水来计算，保险费率是5.17%，也若保障保费是包含高额奖金、利息、股利所得、租金收入这6类，费率是2.11%。以现行的奖金来讲，保障保费是基本投保薪水4倍以上才会扣，那月给是基本工资27000外。领10万外奖金时，就要扣这个保障保费；严过月给10万的人，却是领40万以上奖金，才需要交这个保费。安尼节算，互外界产生不公平的感觉。真的去达到所谓1.1元的诉求，可能会比较还是有点艰困。力求先不增加民众的负担，可能还是会从比较明确在高所得这边来做处理。根据健保署的统计，去年保障保费总共扣720亿，其中上大户是69岁女性，伊伫银行利息摕下冠军，总共交455万。以这个费率2.11%来算，伊去年的银行利息所得至少超过2亿1000多万。股利所得部分，79岁男性第一名，交358万保障保费，股利至少是1亿7000万。最近几年虽然受到疫情的影响，但是我们国家对于这个经济还是不错的，所以我们补充保险费也随之
就提高了。卫福部强调，台湾是少数资源无多，不过会使提供优秀的医疗照顾品质的国家。徛伫照顾全民健康角度，袂使要求悬，阁无啥物付出。政府愿伫计点这个资源，以政府负更加侪责任为优先，尽量莫增加民众负担，会争取公布的预算，先甲政府相关责任给打起来。记者综合报道。即马是人工智慧时代，高雄三民乐农中心就开 AI 课程，真侪时段对 AI 科技拢真有兴趣。AI 唔若教因判断什么是诈骗，甚至最近台中一文发生的社会事件，也会当透过 AI 教时代安怎保护家己，互因会当对着时代脚步。如果我们在捷运上碰到暴力事件，应该如何自救？时代摕手机用嘴讲出问题 ，AI 会教讲，若是拄到亲像台中捷运杀人的事件，要安怎处理？乐龄中心开办的 AI ChatGPT 的课程，只要一支手机时代不管是用讲的，也是用写 ，AI 都有当完成真侪代志。时代表示讲 ，AI 唔若介意要安怎区分诈骗的信息，甚至佫会当陪因开讲，感觉真心实。足轻松的，嘿对。因为你也讲像安尼一张图，你看你看那画，你也无可能画遐那逼真，啊，个遐那水。有牵涉到你有关系的，比如说你的账簿啦、你的金钱啊，跟你这个有相关的时候，一定爱做一个确认的动作。三民区乐龄中心今年头摆开16门 AI 课程，写20位时代参与，唔若介应用 AI 甲家己的相片变做无解模样，嘛有制作影片，甚至佫会当编写故事，时代会当分享予子孙。基金会表示讲，112年统计三民区的时代是超过118000人，是高雄市时代上侪行政区。科技的时代，时代嘛拢爱了解 AI， 才对着时代。可以利用这个AI 的这样的能力，帮他们做一些生活的规划，甚至做他们一些创作。他有好的想法，我们应该是台湾第一个在乐龄中心开这样的课程。台湾要走入超高龄的社会，要安怎运用人工智慧陪伴时代生活是重要课题。基金会讲，未来加开这块课程，互时代通学习，嘛当缩短阿公阿嬷甲子孙之间的距离。记者钟义辉、邱兆荣高雄报道。有149年历史的中华保心罗厝天主教堂，是中部地区上界早起的一个圣堂。老百因为这地堂上过旧，经过2届改建，目前第3代是1975年进行完工的圣堂。教堂阁保留19世纪的天神经、大路平阴的经济，也阁有甲铺顶顶。教会也希望透过这个文物，让大众了解到传教历史，甚至是迄当时民众的生活习惯。中华保心乡的罗厝天主堂是地方重要的信仰中心。1875年由5万户神父来到中华保心的后壁厝传教。1877年起的第1代罗厝圣堂，因为白河大地震倒去，不过当时教堂使用的天神经也完整保留落来。教会表示，当时老百姓的生活拢是听静声来进行的。做早起要做早课，神父敲钟的时，伊就去田里做工课。中昼要做中昼有课的时伊就倒来厝食饭。暗时做完课，伊就知影讲爱休困所以这个真正是一个足重要的一个老百姓生活的一个根基。除了有19世纪西班牙神父早来台湾的天神经，阁有台湾天主教第一部印刷机的印刷本。1927年，大陆拼音的古乐谱、古乐器，当初时除了用音乐来传教，也会伫喜事、丧事演奏。相传这是台湾成立头一支西乐队的所在，习俗面嘛是为这发展起来的。哈国伫咧是我的职工已经95岁啊，嘿，伊拢爱出乐队。就是头拄仔讲，无论是过往的、做喜事的，拢爱需要这个乐队。这个乐队尾演变到最后，变做女子西乐团。就足侪团安尼，不过伊的基础是对罗厝这边传出的。教会表示，罗厝天主堂是中部地区上早起的圣堂，
保留侪侪台湾天主教早期传教的历史资料甲文物。目前1908年起的文物馆正在征收，这个文物暂时刷去展览室展出。修复工程预计明年初完工，是到5万透过完整的展示，让大众了解早年传教的历史甲人民的生活模样。记者杨淑晴中华报道。高雄寿山是这台湾民教生摊地，有民众昨伫咧228纪念碑附近，有看到有人伫遐饲狗。动保团体和主管机关是一再呼吁唔通黑白饲，这是违法行为，会予处罚的。民众派一个黑色的袋仔，台湾狗大阵伫边仔等食的。高雄河山市义伫寿山228纪念碑附近，看到民众伫饲狗，非常的无认同。动保团体提醒，人的食物会伤害狗的健康，增加狗抢食的风险。从包包里面掏出食物给野生动物这个动作，会导致呢，大部分的野生动物以后看到其他的人类，并不是要喂食它，但是也有这个开包包的动作，他们就会对这个动作产生兴趣。狗伫路边食法果，实际来到寿山透早，记者就伫咧动物园门口拄到一个登记饲狗的民众，伊讲唔敢狗咬巴肚。为猴子罚3000，这是不公道的。猴子就是因为它的地方缩小了，没有吃的东西了，他们才会抢。饲的人有家己的看法，虽然台湾狗山仔已经唔是保育类动物，但伫寿山黑白饲狗以饲的地点，也是会使照国家公园法，也是高雄市野生动物保育自治条例罚款。园区里面喂猴子的话，罚则是3000块的这个罚款。那第一次就罚3000块哈，那连续处罚的话也是3000块。饲狗会造成环境垃圾，嘛会影响狗的行为甲健康。因为民众看到的地点属高饲护管，农业局表示，去年有开发4件饲狗的行为，饲府嘛有设检举乱饲的奖励办法，嘛呼吁饲的人唔通搁饲，以免违法。记者陈环宇、柯正俊高雄报道。讲到双北和桃园有拜客这数量，比去年增加1倍半。最近也发现讲，这脚踏车的事故和违规拢有增加，所以呢，这北桃3个县市的交通局按算要来检讨记点制度，今年7月要开始推动。讲到这违规记点的新制度，包含冲过红灯、车道骑正向无要让过路人、骑伫咧灯仔卡、骑车搁讲电话，还搁有迄个人小载部分呢，拢会记1点。一年内面，若准逢记3点，就暂停借车14天；若准是你食酒，搁再骑脚踏车，就直接停权2年。清华大学国际志工团队自2007年开始呢，就甲别人管出来中古电脑重新整理过，甲这个电脑送去非洲、中美洲、印尼等国家，准备出发去到昆雅的志工呢，今年已经传170台电脑，卖送去昆雅，予当地学生囡仔使用。昆雅学生用歌声欢迎台湾志工，清华大学国际志工，今年7月迄热，拢甲木一台电脑送来到这，互昆雅囡仔有电脑设备通好使用，卖帮学生上电脑课。I choose computer club subject because I want to make my future bright. I want to make my future well, and I want to make through computer. I think I can achieve my dreams. Because most of the times at home, I see my cousins and my brother work on gadgets, so I had a curiosity on how these things work. So I thought that I would venture into the world of computers to get more better understanding. 台湾志工指出，当地设备欠缺，过去老师上课拢是由老师操作电脑，学生围在边仔做笔记。不过学电脑无罔想要学会晓，确实真困难。所以今年台湾志工募到170台电脑，准备送到昆雅。在当地，我们有遇到一位女同学，她曾经因为课业表现不良，没有自信。那在参加我们计划之后，有重拾自信。那现在已经是该学校的资讯社社长。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同学去做一些物资的这个募集哈，那我觉得这就是一种训练啊，让学生呢能够实际的去体验在生活当中怎么样把爱给送出去，怎么样去帮政府做国民外交。自2007年到今，清华大学拢总累积有超过700个学生，用第一电脑学到的专业去修理中古电脑。甲二手的电脑修理好势，送去较散车的国家，
帮助有需要的人，应用行动，把台湾的爱送到全世界，让世界感受到台湾的好。记者杜君豪，新潮报道。台湾国乐团是国家级的乐团，长期推动台湾传统音乐，也常常担任文化外交的大使。今年是因创立40周年，台湾国乐团邀请美国音乐家来台湾合作演奏，要结合西方乐器和国乐器，利用双协奏曲的方式来演奏台湾民谣。好弦和马友林合作的音乐一出来，随着通听出这是台湾民谣《月夜愁》。今年台湾国乐团创立满40年，邀请美国密西根大学的音乐家来台湾，结合西方乐器甲咱的国乐器，用双合奏曲的方式来演奏台湾歌谣，包括苏桂红《月夜愁》甲《有夜花》，和客家关注民音乐等等。这场音乐会呢，它其实会把台湾独有的一些记忆的一些音乐部分的话，带到这一场音乐会。尤其是我们会把嘉南的一些民谣，甚至于大家耳熟能详的邓雨贤，我们的民谣之父哈，他本身的一些比较雨夜花等等这些带进去，甚至于呢，我们刚才也有介绍到了，比如说原住民的阿美族的一些乐曲，甚至于我们有比较大族群的话，客家的一些曲目部分的话，其实都会融合在这里面。台湾国乐团属伫文化部下底，是国家级的国乐团。乐团表示，因这几年来积极用台湾音乐和世界交陪，其中受邀请来外国音乐家表示，来台湾排练的时是一头一届听到好弦的声音，伊感觉非常迷人。Our first rehearsal together, I was so smitten by the sound of the erhu, and as someone who listens to violin sound all day, every day, it felt familiar in a way, but also it had a warmth and an expressiveness that really moved me. 台湾国乐团表示，今年这场台美合作的音乐会，东方和西方的交汇，打算伫拜六5月25日，伫台湾戏剧中心正式演出。希望透过相像的东西方乐器，找到台湾和世界的连结，也用音乐深化大家对台湾的认识。记者卢尚如、谢桂林台北报道。纪录观点让4年后，搁再来精选底片。今年总共有6部少年导演创作的纪录底片入选，有透过镜头记录家族啊，甚至是死亡和精神病友的作品，也有用新时代观点来看白色恐怖历史纪录片，带观众朋友做回来看。虽然啊，我甲你讲，我后日当要来去3条路要摆曝光较多。海口的风景加上阿嬷少年时阵的相片，这是今年入选纪录观点底片影展中其中一部第2纪录片。透过记录导演阿嬷的生活，呈现农村女性的坚强。公司纪录观点让4档过来征集底片，今年总共有6个作品入选。有私密的主题，亲像讲农村女性、自杀者遗族这款的家庭故事，让观众透过私人记录去看无同款的家庭问题。我是以想要去跟他道别为出发点，但是真的去拍之后，它变成了一个我跟我妈妈之间的一个对话，因为我们是那种关系比较疏离的母女，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是透过好几次的对话，然后慢慢去了解她在想什么，我在想什么，这样。另外，嘛有白色恐怖这款大历史的题材，长期关心无工作群白色恐怖经验的纪录片导演黄信君，甲伊研究所的同学施玉仪，用镜头记录白色恐怖受难者的后代，造作歌手无友，透过受难者第2代追溯爸爸的过去，导演希望带观众看白色恐怖下时代的影响。阮是感觉讲，解严以后已经过啊30几天啊，不过即马讲有。真侪家庭拢其实有受到白色恐怖案件的影响，所以阮希望说，要有这个纪录片，会使让大家知影讲白色恐怖的伤害还是影响，其实有真大。不管是私人记录、社会议题，或者是历史题材，主办单位表示，这届入选的作品拢是少年纪录片导演翕的，主题无共，不过同款拢是台湾少年纪录片导演新时代的创意和观点。记者王可选、柯明在台北报道。最近天气一变化，明仔气象咱做回来详细看。
嘉南到新竹对23度到26度。苗栗到云林对23度到30度。嘉义到屏东对24度到32度。宜兰花莲台东对24度到30度。平湖金门马祖对20度到28度。一个未来3天的气象。节目最后，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今日AM新闻，我是嘉豪，明仔载暗时7点，咱再相会。